好来，乡亲继续来讲这个高铁，为5月中旬爆发着疫情了后，就来取消着自由座，到今经过4个多月了。即卖疫情稳定，自由座要重新来开放，但是客票也是暂时无要卖。交通部长王国材接受到立委的质询，讲会用分流的方式来开放着高铁的自由座，避免来困住。甲这个部长问讲，高铁的宜兰站选站的争议来爆发咯，哪方点着名，敢会落台来负责？王国材是真低调，并无正面来回应。高铁取消自由座已经4个多月啊，即摆因为国内疫情有靠回，本土新增个个案连续6天加0，交通部嘛赶紧提案重新开放自由座。疫情指挥官陈时中证实讲，伊已经同意啊。没有站票，那自由座可以来实施。那相关的管理，那就请高铁要严格的来做。这样坐捷运的人不是比高铁的人还挤吗？因为口罩戴好啊，不能吃东西啊。我觉得有点危险，因为会觉得说人与人太靠近了。现阶段敢有适合开放？民众有无共款的看法？是讲开放有条件，除了袂使客票，嘛爱挂喙安袂使食物件。所有的自由座就是升高升低，无固定的位。那呢要安怎管制人数？交通部长王国材嘛提出初步的规划。他现在自由座有三个车厢，如果在自由座比较多的时候，他再开放三个车厢变自由座。重新开放自由座，民众只要入站，高铁人员就会指挥。想讲最近高铁宜兰站的问题，嘛互伊真伤脑筋。用我们的专业来谈，我们4个站我已经讲了非常多次，尤其他所面临的课题大家是不是一起来思考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？到底应该设伫4城、宜兰还是罗东？即摆要超袂平，民意甲专业的考虑应该要安怎处理平衡？恐惊相关部会首长现阶段拢爱面对这个大问题。